神州浩土，广汉无边。千载以来，正魔两道争斗无休。100余年前，魔教厉兵秣马，入侵中原大地。 为首的正道，解除了上古神兵诛仙剑的封印。正魔大战，以青云大获全胜，魔教全面溃败而告终。魔教从未放弃过入主中原之念，哪怕人世间时光流转，沧海桑田。来呀，追我呀！别跑，快点啊，笨蛋！站住！来了！ 你追不到，再快点儿！看我抓住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先抓住我再说。站住！哎，别跑！站住！二叔，来！哎呀，抓不住我，这边。哎，来呀！看那是谁啊？小凡！哎呦！站住！你跑不了了。 抓到了！我让你跑！放开我！长得小凡，哥，怎么？你给我站住！我还抓不到你，抓到你了，还想跑？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放开！说，服不服？不服！不服！我不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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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放手！把手放开！放开！金宇，你没事吧？金宇，小小年纪，戾气怎么这么重啊？他好像不是咱们村的人。你的手好像受伤了。
别和陌生人说话，快走，咱们快走。张大哥，早啊！走。早啊！小凡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好像受伤了吧？哎呀，咱们别管他了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呢？咱们回家吧。小凡，小凡，出来吃饭了。小凡，出来吃饭了。哎，爹，喝酒。小凡乖。看，咱们小凡长大了，都知道孝顺爹了。小凡呐，这2天有没有听娘的话呀？有啊。哎，你脖子怎么红了？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？没有，我和靖宇闹着玩呢。又出去淘气了吧？听娘的话，在外面玩的时候啊，可要多加小心啊。来，赶紧吃饭啊！我给你买上。哎，小凡吃菜。靖宇。谁给这孩子下了如此险恶之毒？靖宇，别吵了，他中毒了，需要疗伤。靖宇。阁下武功高强，可是用这么大的力量去对付一个无知的小孩子，未免也太失身份了吧？你无路可逃了，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？速速给我交出来，我就饶了这2个孩子的性命，否则，这个村里都是凡人。
大叔，他没事，他的毒我已经帮他解了，你放心吧。不会有事的。静宇，静宇，静宇，记住了，一会儿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出来。好。静宇，你没事吧？静宇。七位蜈蚣，天下剧毒，请问阁下，与炼血堂有何关系？仙兽偷袭再中剧毒，还有这身手，天鹰阁普之果然名不虚传。过奖了，阁下就是奔我的嗜血珠而来，何必故意？想不到，果然被他说中了，仍要吃这3日必死丸。这厮一定会回来杀人灭口的。看来我只能把
把你们送到青云山，才能救你们的性命。若是传给他们天音功法，再把人送入青云，说不定毕生的夙愿就能够达成了。这孩子资质极好，但是戒备心太强，怕将来会受到师长的瞩目，藏不住这秘密。不妥，这孩子倒更为合适。大叔，静宇，放心吧，他没事。孩子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？因为我看你受伤了，我给你拿了药。坏人被你打跑了吗？坏人已经被打跑了。谢谢你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跟着我学本事？我想。可是我爹不让我打架。不是打架，是抑恶扬善，行侠仗义。好啊，好。今晚之事，你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就算是父母也不能说。学到的本领，不到生死关头，千万不能施展，否则会有大祸。你懂了吗？想不到，在我死之前，还能收个徒弟。件件祸事，均由于此物引起。孩子，我把这颗珠子交给你，找一个无人的地方把它给扔了，千万不能让人看见。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至亲至爱之人。小凡知道了。你没事吧？要不我给你找大夫。孩子，看来我们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呢。你我有师徒之缘，可不知道将来。这样吧，你起来给我磕3个头，叫我一声师父。师父。
娘，爹，爹，娘，你们，爹，娘，爹，爹，娘，爹，娘。 清月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生者祭也，死者归也，节哀顺变吧。 跟我来，几位师尊想要见见你们。青云门是当今天下第一的修仙大派，寻常人是进不来的。掌门愿意见你们，也是你们的缘分。走。萧大哥，这里是？这里就是通天峰的入口，跟我走吧。 这里呢，就是虹桥，桥底下是万丈深渊。哎，小心，掉下去可是会没命的。
没事的。拜见灵尊。灵尊，他们乃是几位师尊特意召见的。灵尊是1000年前我派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异兽，名叫水麒麟。当年，他跟随青叶祖师一起光大青云，降妖除魔。如今则是青云的镇山灵兽，我们尽称他为灵尊。我们走吧。嗯。参见师父，各位师叔。鬼呀！鬼呀！二叔，二叔，鬼呀！我是小凡啊！二叔，二叔，二叔，你怎么了？二叔，鬼呀！二叔，你怎么了？二叔，我是小凡呀！二叔，我是小凡。干嘛？二叔，你看着我，二叔。这是鬼呀！二叔，二叔，我是小凡。二叔，村里人都怎么了？二叔，二叔，我是小凡。村里人怎么都死了？你快说呀！怎么回事啊？鬼呀！二叔，二叔，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我是小凡呀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鬼呀！二叔，鬼呀！二叔，鬼呀！你快说村子里怎么了？太可怕了！二叔，二叔，你说话！二叔，村子里是怎么回事？人是谁杀的？都是鬼呀！二叔，你回答我，你说呀！二叔，你不认识我？将这位老者扶下去。我是小凡啊！二叔，你说话呀！二叔，二叔。真人，我俩年幼无知，突然遭此大变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您老人家是神仙，神通广大，能知过去将来，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真是可怜的孩子。我不能知道过去，但是你们长久居住在青云山下，我们青云不会置之不理。你们是怎样逃过这场劫难的？昨晚我吃完饭后就上了床，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草庙村外，和小凡一起。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小凡，你说。
我只记得有一个黑影飞进鲸羽家，然后灯一灭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一定是魔教。这几年来，鬼王蠢蠢欲动，想要一统魔教。而且除了他以外，还会有谁这么丧心病狂呢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我看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查清楚的。依我之见，还是从长计议，慢慢查明白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这两个孩子该如何安顿。只能是徒添悲苦。言之有理。哎，李星宇啊，不如师兄啊，你就……我看这小子跟我命中有缘，不如就让他拜在我的门下吧。你朝阳峰门下200多个弟子，难不成个个命中都与你有缘啊？我大竹峰只有6名弟子，再说了，这人是我带过来的，怎么挑也该我先挑吧。天师弟，我看这件事情和人多人少没什么关系吧。现在良才难求，我们的后辈弟子当中，有没有什么可以成大器的？我看不如这样，按照每座弟子人下的实力来选。师傅，小凡他……田师弟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这人是你带过来的，我看不如就让他拜在你的门下。哎，好，各位师弟，那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。林金宇，跟我走吧。
肚子饿不饿？小凡，要不要先洗个澡？小凡，大师兄、三师兄，咱们来打个赌，小凡是想先睡觉还是想先洗澡，都可以下注啊！停！还有没有同情心了？不要欺负他行吗？我们没欺负他呀。来，咱们先认人，我是你师姐田灵儿。宋大人、吴大义、郑大礼、何大志、吕大信、杜必书师兄，叫师兄好。师兄好。宋大人，大人师兄好。吴大力师兄，吴大义。前面几个师兄呢，分别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六师兄的名字啊，最好记了。冯笃必书，叫他必书师兄就行了。你看你这个小丫头。师傅，爹，娘。仁义礼信书，你们几个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和新来的师弟说话呢。新来的师弟？哎呀，灵儿啊，我怎么没有看见新来的师弟啊？哎，快叫师傅！拜见师傅。好，看来我家灵儿真的是长大了，可以收徒弟、做师傅了，是吧？你们师傅还在气头上，先不管他。大人，安排个房间，让小凡先住下。是师娘。走吧，走。其他的留下，考教功课。啊！偏偏让他去啊！大师兄真是运气好。来，我们大珠峰不比其他六脉，几百年来弟子最少。师傅呢也是心急，希望我们成才，你别难过啊。这边，就是这里了。来，这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，起码房子宽敞，一人一间。哎，郑师兄，我叫宋大人。来，进吧，都收拾过了。小凡，山居清苦，你年纪小，可能会觉得孤单，以后很多事情得靠你自己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尽管告诉我和其他师兄啊。谢谢大师兄。哎，大师兄，师傅是不是不想收我？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想。